来是随机攻击，真恐怖。发生伫台中的台里，一个啉酒醉的男子，先是举这个加速桶，甲路边的车陷无害，刷落去，冲到一间超商的头前，举迄个家私为一个人客脚只片甲拄落去，然后被勒弄。超商马上来报警，警方半点钟内就抓到人，若互伊擦到伤的民众，也伫咧加护病房。 超商内底查甫人规身躯血，伊的脚趾片红拄一刀。买100分行位啊，贵尔无甲拍。当时，这个细数的民众才对超商行出来，查甫人先甲摸一棍，所落来各用工具甲堵。全身都是血背插着一支刀吗？对。警方打电话叫救护车了后，入去巷仔内找涉嫌港堵的这个查甫人，发现查甫人秘店厝内，无论环境安怎甲弄门，伊拢唔开。还没拿，没要了，明天就拿了。怎么了？都还没要，出来一下。落尾查甫人总算开门，警方施加压制逮捕。 伊规身躯臭酒味，监视器阁翕到查甫人伫街路买酒，哪行哪平行到路边的店家，拿加速桶含歹插伫路边车辆的位面。有啊，伊伤过明目张胆啊，跋路边的。查甫人拿加速桶含歹车辆，阁行超100公尺，行到超商的头前，看到细数的民众拄立个笑行出来，就出手共攻击，阁拿工具共堵。 随后走入去巷仔内，先徒手攻击欲结账的苏姓男子，再持刀刺向苏男背后。安那红攻击，细数的民众气部受伤，手术后送加护病房。查甫人伫街路顶随机甲过路人攻击，警方伫半点钟内就抓到伊个人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